야 얘다지 나리 얘다 그나 바부 타지는 소거든지 얘다는 야 진이든지 맞지 해야죠 만지고 말이 진지요 말이 세요 말이 그러나도 고진 돼야지래요 고아지요 그러나 주신지 해지요 고지지요 만지고 말이 진지요 말이 세야요 말이 其他的道次第像是达巴拉街，他将一指三十四放在中间，也不是说不可以，我们并不是讲他这样的一个编纂方式是不可以，那这样一个编纂的次第也是有它的原因，有它考量的用意，所以我们不能说它不对。我听一张今天马达吉，但是我说心里真正写的各马的都是，这张的啥子？你那天马达现在一切写差不多是，他现在个我来嘛，怕通用呀个被国人的那人去，现在我来写，就为了怕通用过呀个规划精神嘛，今天他那天嘛，帮着写个人来比较嘛，就帮着嘛需要也是。今天并不是主讲一指三十四，所以我们只讲到这里就好。那么在圣摩他之后，紧接着讲毗婆舍那。那为什么先讲圣摩他，而后再讲毗婆舍那？它的原因用意何在？那我们依着论文次第来做讲解。好的，这段看见前面下来呀，上去就下来如何了离过。特等学着你出国的，特等学着你出国。人家特级桥底了，现在要有。现在拍戏这个那些呢，上半年说的，我把上天给把的特级桥那里录的，我把上天拍戏的把学着给人了，这把学着拍戏人了来拍这个，也公们给特那也做给这里下的特等学着你过给的了，特级桥来现在的也录的。마 히로기 연락을 많이 누려요. 그 히로 말에 히로기 연락을 많이 누려요. 군이 제가 차대요. 一般来说，要到达一切种子，到达佛地，必须要方便与智慧。圣摩他就是属于方便分。六度当中，从布施一直到净略，大约来说都是属于方便分。而圣摩他，可以说。也可以算作方便分的一个支分，也可以算作智慧分的一个支分，所以可以将圣摩他往上归入，或是往下归入，可以归属于方便分，也可以归属于智慧分。好的，你们路上就这样，就刚开始一点都别说路亚的地方就那样才没有去接受的，但马路上了解那样用的。 대들이 해 sembatarus hari she sembarasani hina she sabari on tarane hina she jinji sabari 대들 she sembatarus simi bochila chitaran debatar jabes gaja de debe metobanos keda mone toneti tobayena me bochi gitendes gaji jabena ne jobati ki chuze ki yana chuze momo yana nemochi yana nemo momo o dele susugu 메고지데 세지지데 가지 jan 되나 제든 되다 자 토바지 좀 고겨리 지나고나 돈에 두나 네세 몸부파 메고지 때 많이 버지 데 토바나 되게 고겨리 어 티스겨리 인디게티 메토베 무치레스 지네디 가야데 데베 메토바노스 메토스데 나버 메토바토스 데 토베 이마 메이보 많이 버지 나도 몸부기 많이 버지네 도시 대ken지를 해자를 메토바도스 대화 진화다 제 세와도스 신에게 메디추들 진화다 고바스님이요 진화다 제는 디다 제의 찬에 세부지요요 세와도스 진화다 제의 찬에 아니 무디 띵띵에제베 메바 세부지 차도야 중요 진화다 제의 세와도스 표현지 제벌 편지 제가 가지다 제가 신에 뒤장지 조심해줘서 어디에 기내다 제가 이제 세부 띵해제데 예어 되네 배 기내기 되네 또는 폐야 간지 좀 그래서나
가디도 제베스 가와 일에 가와 차야 제도 아니 대화 제베 가디 피해 몸을 도지어리 그냥 도서나 아 그래서 이제 신의 변에 가와다 되어 체버지 기지어리 그냥 진입을 도서나 뭐 되게 그냥 변에 가디도 제베 신의 로버 해나요 이 장지 초심이죠. 이 장지 초심은 되죠. 말이죠. 신의 체버지 신의 총와 된리지 도바에나요. 이 장기 초심제죠. 말이. 이 장기 변도 말이지 있다.现在我们就照着论文来讲解，因为如果再解释下去，我们这个论文就讲不完。如是文以如前已说正生活他，心于一缘如其所欲，安置而住，无诸分别。那么这是讲，就像先前所说的，先前谈到了这个什么他，真正得到什么他的时候，是能够一心专注于所缘。对于已得什么他的一切事来讲，他能够一心专注于所缘。不管是1小时也好，许多小时也好，1天也好，好几天也好，都能够专注在所缘上，随心所欲。他必须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不论多久的时间，他都能够维持专注不散乱，而且是无诸分别，没有种种的妄念分别导致他的散乱，并且远离沉默。对于修奢摩他，最主要的逆品就是在于沉默与掉举。他远离了沉默，就能够具足明显，就三摩地修定的所缘非常的明显，并且具足了喜乐等殊胜的利益。得到奢摩他，不仅能够对于所缘观照非常明显，而且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殊胜利益呢？就能够得到喜乐，能够得到内心的喜与乐，得到真实奢摩他虽然能够如此具有明显分，也具有喜乐，但不能够仅止为满足，即使得到了真实的奢摩他，也不能够就此为满足，因为仅仅只有它还没有太大的利益。那第三就是没见到他开始过的，第二他开始过的是呢，你可能年纪的细节忙碌不的明白，写了简单是，他通我们是讲的，他第一点的，他通如果来讲，他通是就开始的是呢，你可能年是就东北年的，南面吧，东北年的是的，东北年的短的细节忙碌吧，那全面不记，年纪，听着年为写了的呀，觉得这简单呢。也这样那样的空白些呢，你哈东西啊就都叫了，我得如果来讲。不满足于奢摩他，在这上面又需要修什么呢？因于10意舞蹈引发决定盛会，而更修习毗婆舍那，在这上头更应当修毗婆舍那。何谓毗婆舍那？对于10意也就是指空性、无我意，对于空性要起正确、不颠倒、毫无错误的定解，定解空性的智慧在心中升起，而且常常的串习，最后可成就毗婆舍那。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去成就毗婆舍那。东北人的东部按照给推，东北人的大的那也按照给推去，推别点的，你不把的你几把几把钱呢？你这个定的几把钱呢？你几把钱嘛？你把2把钱。东北推别路的推用给写了的，要不就都要的，年纪2把钱了，不你说去就去了，推用给写了什么的。第二样呢，样的这边几把钱呢？但不仅年说了，他几把钱嘛是你的几都要的，你可是上用给2把钱是要的的，就说这样那样的上来吧，你第二就2把但不仅年说了，上用给2把钱，推用给写了的。特别等的样样上来，你第二要去2把，但不仅年说了，上用给2把钱，上用给2把的样那样的5钱的，5钱的，你5用给写了是要7就。
되는 게 고정이 싫어지다 야 지나게 몰래 찍지 쳐봐야나 야고요 간이 어디서는 거기지 뻔뻔히 되지 제와다 전에 네버 제버이서 뻔뻔히 되지 사이부지 차도야 그거보다 제와에서 뻔뻔히를 세계에 많이 버지니 때문에 내야지 내야지 자 세정 나단데 뭐 내정 나단데 뭐 되는 게 걔네 쳐버지지 또 얘네 도배지나 아니 얘를 되네 가와다 얘를 되와다 세는 가서 얘를 가와다 얘를 되네 되와지 쳐버지 가지 쳐버지 총주요 가지 쳐버지 지제 도서 요지요 걔네 세네 뭐 도서나 어떤 도서 요지요 이 뭐냐다 근데 걔네 쳐버지 대 뭐냐 양주 동반에 쳐버지 제고 아동 도고 어머니 또 차례 제가 딩에 차례 공정기 공정물을 차례때 양주 리버 참으시기 제버제네 아니 파통 스네디 몰을 그저리 근데 돈에도 공정기 그러지 파통기 몰을 그저 가르쳐서는 파통스들 파비지 통하죠 가르 파부 통지어서는 신내기 그 돈에 통수 되려 파가지 파통기 몰을 통야 만들어지 그 야부지 통야 때부터 세부터那他不是统计原文的，他统计。通讯最初要透过耳闻，由所听闻的义理，依正因思维来升起比量，对空性升起定解。所以最初透过耳闻了解意义，只是获得闻所成慧。对于空性还没达到坚固的定解，所以随时可以动摇。要对空性依正理的思维而获得深入的定解，升起比量，这个时候就是思所成慧。所以思所成慧才是真正能够定解空性。对于思所成慧所了解的空性义，又再三的去思维，还可以再升起修所成慧。依着三项正因三项的方式去思维，最终可以升起修所成慧。所以首先靠着闻所成慧思维而升起思所成慧，对空性得到一个坚固的定解，再凭借着思所成慧常常的串习，可以达到修所成慧，以指为体性的修所成慧，这样就非常好了。因为如果能够达到以指为体性的修所成慧，此刻对空性以空性为所缘，能够远离沉默及调举。如果远离沉默，就获得明显分。关照空性非常的明显，远离调举分，远离调举就不会散乱，而能够专注于空性，所以具有明显力，具有坚住力，得到一个殊胜的奢摩他。这个时候又能够升起身心的喜乐，有身的乐以及心的喜，得到一个殊胜的喜乐。在这上头呢，在以指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修观，修毗婆舍那，也就是说，在奢摩他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以正理来加以施者。先前虽然说，已经透过比量对空性产生定解，升起思所成慧，也升起修所成慧，但此刻又以更维系的理路来施者，进一步去修毗婆舍那。最后这修所成慧达到毗婆舍那的体性，就能够见到更深刻的见到空性。毗婆舍那翻成圣观，就殊胜之观，也就是比原先奢摩他所见的空性更为殊胜的能够关照的空性，更胜于以往具足了坚固及明显关照空性。这没有呢，因为这张你没得当呀，没得当呀，听我因为这张了公布的写章，这那是狼行的，内蒙被这边没帮耶，只不过就没就有下落是，好的，现在给讲了
现在地上的马修把他从如果要jun生的地人，下如果是jun생个人，现在嘛因是他从马如果因那定个是现在上这个那的没得把他听嘛的是，没得把是的我们家下来我们没有家下的去路这里没得被去路是，没得被去路是的，现在被去路。对了，那没让毛没有的，现在个去路的要俺住年前没让老师要的，这些刚刚没得被去路是的，我为什么写呢？啊，没得被去路了呀，现在七八千如果要人家，啊，一定的他从罗马突破人了，啊，你搞这些是没得被，听不完一般是，听不见呀，听这些嘛都南边听不明白呀，听马来是，这长了恐怕这个是的，现在长了恐怕搞这几个人那样，啊。你那几浪演的是没得把那几浪，可能这个浪哪些节呢？年目别300公头嘛，人家没得把这个浪，现在搞这几公个人呢，没得别浪公呀个浪来，年目300公呀个特地要嘛的，浪别上来嘛都没得别上看的这呢，年目个300公呀个特早年呢，点都要嘛的，那这没得别浪哪些的，那年目公呀个，年目别300的公头嘛，人家。啊，你嘛不把人家考虑这多嘛的，就这点上呢，啊的，那他们如果要就这点来讲，说若不尔者，其三摩地与外道共，为修习比如外道道，终不能断烦恼种子，解脱三有。这是说，我们为什么不只要修奢摩他，更必须要修毗婆舍那，它的原因所在。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仅止于修奢摩他、三摩地，还是与外道共通。而外道是过去在印度非佛教徒的其他外道的教派它有各种教派，并且区分的话，有5种、6种、7种之多。那么就佛教的论点里面呢，就称他们为外道教派，他们也能够得到殊胜的奢摩他。但是呢，未能够证得毗婆舍那。我们如果只修奢摩他，只是共通于外道，就是奢摩他它是一个共通的功德，并不是内道不共的功德。奢摩他再怎么修，也像外道之道一样，不能够断除烦恼的种子。外道也能够修奢摩他，但是再怎么修，也不能够断除轮回的根本。能开示断除轮回根本的方法，只有内道的论点，外道的论点是根本没有显示如何断除烦恼的根本，所以说无从自轮回解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必须要进一步修毗婆舍那。这样的，这什么这个样空给送不怎么样吧？家庭的老人有的，别的样工人当不来是，工人当不给用的那么。都是写多少？有的人没报了钱，单不钱呢，是他一些的。现在个没报了钱，就被单不钱呢不钱呢，吃了钱那不是接不起，第那样就吃了个有的了被接不接家，接不家的意思。第二接不多呢，有的去被闹我中人是，有的样就被就俺了他不就同样给闹我金用别人，也用不人家更多目标上面看的，不完就是，两目标上面。更多目标两目标上面的，共同的来讲。中国大师并不是只是自己这样一个说而已，他是有论点的根据，就如同修次出篇所说的，修次自篇这样讲到，如是于所缘境，心坚固也，就是谈到先前我们所说的，虽然能以什么他专注于所缘，应以智慧而善观察。又更进一步，要以智慧好好的观察施则。若能发生智慧光明，乃能永害愚痴种子。那更进一步做智慧的观察，对境就可以有更深的关照，能够断除烦恼的根本。这到嘛也能没得见那现的，人家打一些的人。但养猪些的，个是养猪些的，皮些个笼装不的，那有的接受不就可能的说，这顶年，还是年出这些些个没，
龙两龙的送罗生，我那个是都是送罗生的，两就能让我，让他这么去讲的，大一的先去这个说的这里，但他没那是，今天他都马路不赢了，没得见那个的，没得不拿些个，今天在上几年我光头，我不没这罗生，大一他那里些呀，这黑这个龙的，这可能给这什么这让你送下不的那里。若不尔者，如诸外道为三摩地，不能断惑。那么就是说，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像外道一样，只靠着三摩地修定是没有办法断除烦恼的根本。那先前是宗喀巴大师所讲，而后再说一遍，这是引述证明的论点，引教来证明，就是说这并不是宗喀巴大师自我依照，仍然有教典是如此说。他所引述的就是修持出边所讲述的道理是相同的。那如果不进一步来修毗婆舍那，那就好像外道修三摩地，再怎么修也不能够断除烦恼的根本。所以前面一则是宗喀巴大师所讲的，一则是引教来证明。杨龙就讲陆地来是，长期给送陆地来，这个都一天当你天真光学讲是。天天打灯的很基本些是，一天把主要家里的，别那么的把那么的，天天真光不见那样，这个当真都多嘛，来家打灯的很重，那个是基本些是，当真把基本些多嘛来家里，天天年末吃心热出的是，第几十样就年末结婚个来家里，年末光多嘛的，就是年末结婚个来是，吃心热出的是。第一年末吃心热出的，他这今年天真来公园是，没得他这把生意的天真现在公把哪些人差不多人家的，他这今年天真来公园是。接下来用引教来证明如今的佛陀所说的经说到，世人虽修三摩地，然彼不能坏我想。这世间人就像外道一般，虽然修三摩地，但是不能够断除我执。其后仍为烦恼恼，在这之后，仍然还会再升起烦恼，不能够断除烦恼。如增上行修此定，就像外道有一位增上行，他修定的情况一样。他等等人几个的几天当年天真光学讲是呀，天真光学讲是天眼真的个人生的地生掉的，对了天眼真，对了天真光学讲是。一般年是，还是黑白，但一光的黑白，没多报道，谁没多报道？那真的是晒我了是呗？各地给吃不到，平安给吃不到，对不对？天眼睛哪哪里是有的家，天眼光显示的，天眼睛光呀的，但一光的黑白，天眼睛吃不进哪哪里家。好，接下来解释所引的教文，子中说言虽修三摩地。那这个三摩地是如先前所讲的，具有无分别、具有明显以及殊胜喜乐的三摩地。这三摩地是指先前所说的这殊胜的三摩地。第五章当这公明的话呢，天天大等的很基本些是天有来讲，你什么这一个的，第五呢要当这公牛马的剩下的空地影响的，陆地的天天大等的很基本些剩下的，我地的空地影响的。就算修习这样的三摩地，终究不能够断除我执，就如经文所说的，然彼不能坏我想。所以宗喀巴大师说到，即使得到这样的三摩地，仍然不能断除烦恼。他所凭借的根据就在这里。当这嘛好呗，这张年末九人叫我呢，他也讲这当这嘛好不现实。年末几个人，就年末几个人，送的苦干的是呢，年末夏天热的出，送下多电影叫人讲录的了。那因为我执未能够断除，所以之后还会再升起烦恼。宗喀巴大师提到这个观念，这根据就在于经文所讲的，其后仍为烦恼恼。我那进来是讲的，他不拖那了。
아나 타바투 카와레 타이 타바투야 간지지 곤소고 레스나 저제나 노디 인주 데모타스 근데 누디게 노디 인주래 요노 요리 데모타드 마 정보다 게디 치로 다음에 소소도 센송 요리 자 치로 다음에 소소도 베히르게 되니 치지 다음에 또 보이나 아니 되나야 냐모 보이레스 타바투 보이레스 또 치지 다음에 또베 수수 헤르디 공부를 어디 그 뒤송을 해자게 가버려야 돼. 那么应当要修什么才能够获得解脱呢？如果要从轮回出离，必须要如何修？当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在先前所引述的教文之后，马上还有一段教文，说到色若于法观无我，这是讲要证得法无我，能证得法无我就能够断除烦恼和获得解脱，所以要修证得法无我的智慧，这是解脱的方法。给的去了咱们叔都是要弄的，你他的两的要的，叔是的他，给的公办呢是吃的要的，一点的学不给的咱们的去了叔大呢是大把钱的，学了的别说大把钱的，咱们这点贵学了这不东西，咱们这点贵学了他东西学了这不东西，叔是的他给的公办。你给咱们别到我念呢，到我的叔叔的他给的公办你谁呀？这个咱们别到我的叔叔就来的，咱们别到我手的，咱们不能上嘛的，咱们都别录的的，咱们别到我手的，咱们就了接起哦嘛的个，咱们别都别开了的就了接我的，咱们别到我念是，到我的了，有经济到我的了，有经到我嘛的，到我的中心是，但这个有经济到我。咱们都被黑了的，原来样的呀，这说中间的，公平这不特别绝对严重，啥的中间公平呢？中间公平呢？这能人家都这边做，啥的能人家这边，这不，他不能人家这边这不这土也边做，我这人讲，咱们别到我的原来样的公呢，你这个呢，你绝对了的呢。他把那的土这个土要有的讲，那摄入于法观无我就是说如果能够观察无我之法就能够升起通达无我的智慧，通达无我义的智慧。那在上头又还有引述教文，既观察与若修习。升起这个智慧，就特别是指升起通达无我的毗婆舍那。那既观察也做修习，已经获得了无我见。那心中如果已经升起了这无我见，那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无我见，就是指证得无我的智慧。因为这个无我本身呢，不会在我们心中升起，我们是说证得无我的智慧在心中升起。它所指的是有境，而不是境，指的是证得无我的智慧，而不是这个境的无我。那证得无我的智慧，经常的去手持串习，来修习这无我正见的话，只因能得涅槃果。那这就是能够证得解脱涅槃的因，所以证得解脱涅槃之果的因就在于此。如果能够常常修习证得无我的智慧，最终能够得到涅槃之果。他要了解，我们提供的他不突破大了，咱们供的他不突破大了，咱们不是突破哪些的，咱们突破路没把引起供的上他不突给的呗，给的咱们马供把钱呢，现在这供呢呀，他不突给这个还讲的。不帮他那是，天天多把啥那家的，有些关于天天开门就是，咱们不公布的开门，咱们忙公布现在天天开门，那你就搞这些公布人的时候，
냥데 토벌 메저가 자 타바토토 마레 자 다음에 망고는 현다지 메타볼로스바 간디지 공부했네 다음에 망고 신세라 이 교원한테 토토 마레 자又提出一个问题，由修持那个解脱，修其余的法是不是能够得到解脱？这是问到我们说修习正无我的智慧能够获得解脱，那假使不是透过正无我的智慧而修行其他的法门，这是否能够得到解脱？如果产生这样一个怀疑的话，又回答到由诸余因不能尽，如果不修无我而修其余的因是不能够获得极尽，也就是涅槃，也就未能获得解脱。如果修其他的法，像观修无常而不修无我，那是无法证得涅槃。我的基本的，但你养就你看嘛，现在那个气的基本的也是的，但你把的弄着嘛的，那第二件别老公讲，第面那等那当年么就没就如是。다음에 베키로구나 집에 자와 제제더스 다음에 또 베키로디 코나 집에 시보 카에 자와 제제 시보스도 카와리 카에 자와 제제더스 현대 세월의 때마 그 시보 카에 자와 제제 인버디 현대는 세부진의 논의定장도 와자리 세월의 때마인데 오메 고레도마 오모베데네 종 고레도마 하이칸라 네제도 정배 니가 니버니고스 까말레 공시 공레기 거서 까말라게 되네 하산에 저거 제원디 론디 론에 저요 레자리 하산라 네제도 정배 하산라 네제 두디게 론디 론샤요 레자리 하산라 네제도 정배 니가 니버니고스 론디기 따라래 니버 야우지 하고 고레자리 니고디 मदीची ट्रांसफर ना लावा तिंगे जेता ना भी के बोलो सुन ता आले मामुशी दो आले निशे या तो माटा के दो तो माटा के दो ने सोचो ता दी चे बादी ने चे दो बादी चे माशे बीस चे ने कोई सोच में आगे ने चे दा में बे करसा ने कालेस आले हाइसन लॉस निशे ते ट्रांबे निला नेबा ने कोई 론디기 때문에 네번이 거기 머티치 트라송 나라와스 머티치 트라송 소디 머티베베 기나 고데기 기나 좀 버티실래시요 머티베 트라송 소디 머티치 트라송 나라와 띵인제다 너버키 보고서 배한테 또 구줄에 띵인제 기나 요리 뭐시 요리 기나 고래 기나 양무시 도야 요로 어디 머티베 때문에 주실래 띵인제다 기나도 뭐시도 수고 요리 인디야테 तमो ये चांस दा में बेतावा में बेस दा माशी आदि कुरु करे सुने दा में बेतावा दिखिन तो यो ते नोबे जोनो मातो ने मति बे जो कोना ऐसे तो यो दा में बेतावा में बे चा खोले जोसे चा गे मानी बेशरोस कुजुले मशी तो तिंगे जे कानी जे ना खोले जोसे चा या गे पापु यो मारे खोनो चिजु को दे रे जा那以下的解释就跟我们解释的相同先前是引述经文的寄诵，而后宗喀大师在做解释，就是说除此之外来修其余的道假使完全没有证得无我的智慧，痛苦及烦恼都不能够极尽。那这是很明显的说到，只有证得无我的智慧，才能够断除三有根本。所谓三有指的就是轮回。没有证得唯有证得无我的智慧，才能够断除轮回的根本。这很明显的做出了说明。那修次论中，修次论呢是中观的论点，也引述了这段经文来与和尚辩论。与和尚辩论破和尚的执着。对于所引述的这段经文，我们应当要获得辩解。那外道诸仙所指的是外道修奢摩他的修行者，他们虽然也有定通等德，虽然也得到三摩地，也能成就奢摩他，也证得了神通，
外道是有定有通，但是就在证得奢摩他之后，还可以再进一步的修神通。外道虽然有三摩地有神通等众多的功德，但是他们无法了解无我的道理，并没有这无我境。无我的道理，除了内道的论点之外，在外道的论点里面并没有明说。那所以根本丝毫也不能够从轮回出离。纵使他有神通、三摩地等种种的功德，但仍然未能够从轮回当中出离，只能处身于轮回之中。他能人家的地形都是，俺这装备上就三百点来装是，我的装备的呢，农场也得去上就三百点来接的，地来装，你送要用的，送了呢，西北的可能你没西巴了是，中间那个送了那西北，公办的马新吧，今年在咱们除夕前呢，得了设备的公备，让的我们俺姐姐呗。今年这样，我今年送到他，第二遍设备的，不就我有上去我姐，叔叔我边我姐姐呢，这边人也不是不经验，但俺第二啥我也没，这边不经验上我边我姐的，都是些呢，电脑考了没做完是，考了最嘛的是，第一张俺第二个呢是他中间的，俺是的中间的去，第二个呢是那个俺去第二个呢。人类推广呢，个些的主要就逻辑各这都是，人类推广呢个些的主要就逻辑各这都是，以担保让给公保上的，这个些的是，担保中间的给俺那个，可能让给也去，可是说的去，我把空路上见的呀，你这上见的这个人呢，这个嘛的是呢，第一连上的那个，人类推呢。个些主要就是送个颜色的，那么让的都是送下家的，原来推广呢，原来的人，那么让的公保上的，社会写的也是，原来推谁的，个的是原来咱们别的推广的，是有人家的，现在上去出去接，这上去俺别俺家接的点呢，搞了注意嘛的，现在现在呢，这个我呢，你等别个原来推广的个些人，原来推人呢。定这那就那个哪里的那搞的些定这的主图的人是，可是定这的主图的人是呢，送不人去。原来推谁的，搞的推谁的是呢，东北人推过来，送不人家的。那同样的，就像先前所引述的《菩萨藏经》也说，谓之经说诸真实义。为三摩地而生喜足，即便于此起增上慢。不能够了解佛所说的空性的义理，只以得到三摩地，奢摩他就感到满足了，而生起增上慢。得到一个很好的三摩地，修到一个很深的禅定了，就认为说，我已经证得一个很殊胜的道，不必再修更好的，光修这个就够了。升起增上慢，它是不能够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为是修习甚深义道，终不能解脱生死，认为自己已经是修非常深、非常殊胜的道，那终究不能从轮回解脱。那故我这个我字就是佛陀自称。那佛陀于此密意说云：由从他闻解脱生死。佛陀他是考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特别讲到由从他闻解脱生死。这是大师世尊自己解释自己的思想。因为考量到有些人如果仅只满足于殊胜的三摩地还不够，那特别告诫说要从他人听闻而解脱生死。所谓的须从他闻，就是从其他人那里听闻无我之意，仅仅以得到奢摩他为满足，升起增上慢，
是不能够从轮回解脱啊，所以佛陀呢特别指示要从他人听闻。如果能够从他人听闻，就能够从12缘体制当中的老死获得解脱啊。所谓从他听闻，就是从他人那里听闻空性之意。电脑是就这电力经验涨价的电脑是就这电，现在是哪当些些的些路那个，现在当过了，咱们这边那边就上嘛就去，其实那边去，也现在当过水这边真的从我，咱们这边的安全嘛那边去，就上嘛就去。事实上的上当的，哪来呀？就我问他，哪来被哪切不进去？几个人上街的，你这个你在外地不搞个钱，我讲，现在推生的，路边的上班店中间的生意店来讲，现在推过的是，现在马天那用的是，现在推过的是，现在推过呢也送不了，两边少我说，这开始挺有标的，现在这个去。也今年那么天的电影节，今年那边去推广嘛，这种来呀，推广嘛，这个这，事实上这边这个是这你这边工人大姐呢，事实上跟俺这个呀，这人上不进的，我都是弄的俺这个弄的得不赢了。